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晓心的情，敢爱拼。流水流过柳树影，拍破水面镜。水中的游鱼走去味，毋敢向前行。海风吹沙飞影影，海鸟无看影。岸边有人驶过旁，予人心头惊。见面敢若买手机，拢无举头看。伫遮讲着咱未来，你敢有咧听？往事一幕一幕一直换，只有你对阮的疼。如今一声一声一直问，听袂到你的应声。霜冷风走过门埕，晓心的情，敢爱拼。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43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满老师所带来晓心的情，敢爱拼。说入去，咱来邀请韩满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台语文的用意。我写这首诗我就是看到什么景写的咧。较早的男女朋友见面拢嘛甜甜蜜蜜，那像讲袂完的情话一直讲。即马现代3C的产品伤过济啦大家拢举手机连两个人咧约会，就是伫你背你的手机我背我的手机我感觉讲，安尼感情敢会好所以我就甲写这首诗。我感觉我的起头啦我要甲一个感觉足危险、足不安的景，甲伊带入来流水流过柳树影，咱想看觅有迄个景拍破水面镜，迄个水面像一个镜，迄个镜是恬静的伫遐就是安尼足清足明恬恬伫遐，像真正的一面镜伫遐毋过水流过就甲迄面镜拍破去这就是一个景要应验的危险的代志要发生不安，有一点不安的感觉水中的鱼呢拢会惊赶紧走去避毋敢向前行海风吹沙飞影影，海鸟嘛惊甲无看影，伊嘛赶紧去避起来岸边有人驶过旁，予人心头惊。敢若你看伫个很尔大的迄个海风迄只孤旁，敢若一个人伫遐咧驶，感觉真正足危险的。咱看到咱嘛会惊。过来要应入来这个主角两个人见面，敢若伫遐坐咧，敢若伫咧背手机，拢无举头看，无举头起来讲，我看你，你看我，上无嘛，安尼小看一下对无啦，敢若伫遐背手机这就是现代足侪少年人袂晓去经营因的爱情，
所以呢，尾啊，你无法度去继续落去，无法度继续行落去。晓心的情敢爱拼？什么叫做晓心？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已经变去啊，已经失去啊，已经变质去啊，就是晓心。咱讲这个插棒卖晓去，晓摊，是哪晓摊？伊迄个结果已经变质。所以就和原来无共款，所以迄个晓就是和原来无共款，就是晓吼。晓要哪写呢？人字边，人字旁，这个尧舜的尧，吼，人字旁一个尧舜的尧，叫做晓。晓心的情敢爱拼？这个拼，就是若像无爱甜的物件，甲蛋甲。像咱啥物无爱甜，粪扫，咱讲饼粪扫，粪扫是无爱甜的，这个饼安怎写？一个手字边，搁一个屏东的屏，手字旁，再一个屏东的屏，叫做饼。打扫啦，清理啦，把那些不要的都清掉，这个叫做饼。见面简单飞手机，简单这两字简单，伊的意思是只有的意思简单的简就是天干地支的干，这个单就是华语说的焦虑的焦天干地支的干，焦虑的焦，叫做简单。只有安怎？只有怎样？流水流过柳树影，拍破水面行。水中游鱼走去味，毋敢向前行。这首诗内底有来写到柳树。咱继续来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咱来讲解柳树这种树的特色。柳树，普遍咱看到柳树的时阵，伊拢是种伫河边。这个诗句内面嘛有甲咱描写到，就是讲你看到这个河边，直接就看到这个柳树，伊的影拢是照伫个水面的。参像一个长塔门的小姐同款，非常的水。因为安那，伊的枝条非常的柔软，伊的叶仔真正水。一般所看到的拢是垂柳较济，垂柳伊就是伊的枝较柔软，会较淡。你若是水柳，伊就是无遐尔淡，伊较直，较无遐尔软。一般所讲的，咱这个诗句内面介绍的，应该就是伊的叶仔面较光骨，而且伊的叶背较银色，所以伊安尼风吹落来的时阵，咱来看一面是金骨的青色，另外一面伊就是带一点银色，这就是垂柳因为伊真正柔软，所以伊是一个真好的防风植物。通常敢若知影讲，伊就是种伫水边，非常的水的一个造景。但是伊嘛有伊的药用伊的根，伊的皮，咱拢会甲伊摕来活血，利气、解热。所以讲人讲跌打损伤，拢靠这个柳树
伊的纸条、伊的皮，拢会当甲伊摕来用，甚至讲嘛有人甲伊摕来治皮肤病。如今一声一声一直问，听袂到你的应声。孙灵峰走过门埕，晓心的情敢爱拼。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婉老师写诗，关秀品讲解花草实物，洪昭文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